可以較低啲嘅條帶，而係你要做嘅咧就係我跨過去同跨翻嚟。好啦，呢隻手捉住，我哋可以再低啲，咁我好簡單嘅 ，OK， 咁我跨過去1、2、3、4，咁來回10次，轉手亦都係1、2、3、4。哎呀，假設我要跌啦，唔好理啦，放帶，你一定要向前撲，因為你呢度有欄杆。第二個動作，你可以較翻高啲。咁如果你真係隻手譬如個膊頭唔係好遞得高嘅同學仔，咁你可以較高少少嘅條帶。咁就望住一點，咁咪轉咯，轉咯，轉咯。做完呢邊，唔該調翻轉3個啫。阿 Sir 唔係喎，我咧轉完2個就已經暈暈地咯喎，得唔得？咁就2+2，左手右手